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Vicky，而家嚟到惠安苑嘅現做嘅高層 A 單位新面積係410-3尺嘅兩房，我哋睇下先。一入門口可以見到一個長方形嘅下飯廳，完全冇走廊位。客廳坐向東北，景觀非常之開揚，遠處仲可以望到山景。單位屬於兩房嘅開積。呢一間睡房大約有79尺嘅面積，門口呢個凹位預留咗一個衣櫃位，超闊落嘅大窗台，窗外景觀極致開揚，綠油油嘅山景，完全冇遮擋，可以望埋寶翠公園嘅球場景觀。呢一間睡房呈長方形嘅間隔，大約有88尺嘅面積，可以做到三邊落床，空間闊落。呢個單位嘅賣點，廳大房大，景觀極致開揚，完全冇遮擋，罕有放盤嘅景觀。收租或者自住一流。浴室有足夠嘅空間擺放洗衣機，保留原有浴缸嘅設計，有埋窗戶。廚房嘅空間闊落，做咗 L 型嘅工作台面，備餐空間充足。完啦！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，可以WhatsApp或者打電話俾我啦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